X Power 咧之前已經有唔少嘅迷你按摩槍啊，比起市面上一般即係比較大支啲嘅筋膜槍咧，係即係慳位啦、細支啦、好揸手咁樣啊。咁今日咧呢個真係超迷你嘅按摩槍啦。雖然佢體積係細啲，但係功能一樣齊全啊。咁啊睇咗硬件先啦，除咗本身有呢個硬頭之外咧，仲包咗3個軟頭俾你，就咁笠落去就得噶啦。有呢個軟軟地嘅，好似八爪魚咁樣啦，一個平頭啦，同埋一個尖頭。我比較中意呢個少少錐形嘅呢個頭咧，咁啊刺激啲穴位咧係好舒服嘅。咁啊另外咧，亦都有幾段嘅力度啦，一個掣一個開關掣咧就控制晒。首先你撳實佢就係開啦，好啦，好靜喎。即係唔係平時嗰啲咁嘈，咦嗰啲好靜啊！咁跟住咧撳一下又快啲，撳多下又再快啲，再撳多下咁啊去翻最慢啦嚇！咁啊撳實佢，咁又熄翻啦。咁啊最主要就梗係慳位啦！你平時出街係唔會帶住支按摩槍嘅，咁但係呢一個咧紙巾啊，甚至一個尿袋咁嘅 size 咧，你係可以帶埋出街用嘅。電量方面啊，如果你想充滿佢咧，就要2個小時。咁啊，如果佢係滿電嘅話咧，連續使用咧係可以使用到3個小時嘅。咁按摩槍你基本上唔會使用3個小時啊，5分鐘到10分鐘點都停一停啦。咁佢另外咧亦都有一個10分鐘嘅安全模式，即使咧如果佢發覺你10分鐘就咁開住佢唔喐嘅冇用到嘅，咁佢就會自己咧就會熄咗噶啦。除咗3個頭之外咧，仲有一個收納袋啦，同埋一條Type C 嘅 USB 充電線俾你嘅。咁如果你想隨時隨地有啲穴位按壓下刺激下嘅話咧，咁啊可以留意下呢個最迷你嘅按摩槍啦。咁我自己使用咗一段時間咧，其實有個 tips 嘅。通常大家見到按摩槍點揸啊？咁樣揸係嘛？會咁樣揸，但我發覺咧調翻轉咁樣揸咧係食力啲嘅。唔信你夠膽試下。X Power 嘅充電線都有180日一換一半年保養服務嘅。仲有購買任何 X 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啦。詳情可以向 X Power 客服查詢嘅。